姑娘，你等等！吴公子，你别追了，这3更半夜，荒山野岭的，实在是不安全。我不怕，我担心你。姑娘，你本是行侠仗义的江湖儿女，武功高强，勇敢善良，可是内心却不该如此的脆弱。况且一个人的容颜再美，也会逐渐老去。我们应求心之快慰，而不是因为皮相上的一点小瑕疵，就郁郁寡欢。姑娘若是不嫌弃，就用我这手帕稍微遮一下吧。多谢公子。姑娘，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，你根本不必在意的。多谢公子温言开解，只是你不明白，我最在意的并不是这脸上的伤痕，而是……我明白了，其实你真正的伤痕源自你的心里。姑娘，你如果相信我的话，不妨对我直言相告，我愿与你一同分担。我这脸上的伤，是9岁那年落下的。那天，我妹妹缠着我，非要我陪她到山上玩。快跑！快跑！我能明白你的感受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你的爹爹没有先救你，而是救你的妹妹。这说明在你爹爹心中爱你妹妹比较多，这不公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不是我的亲妹妹，而是我爹爹收养的。那我就更能理解你了。你一个9岁的小姑娘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都没有选择独自逃脱，而是回去救你的妹妹。这足见你的勇气，也足以见得你多么爱你的妹妹，哪怕她不是你爹娘亲生的。你所耿耿于怀的，不是你脸上的伤疤，而是你在那一刻才知道，原来在你爹爹心中，你妹妹的位置竟然比你这个亲生女儿还重要。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。谢谢吴公子这么理解我，让我说出了藏在心中这么多年的心事。其实我平时就不敢想，一想我就会恨自己。你居然会嫉妒你妹妹，你不是应该为妹妹的平安而感到高兴吗？你为什么要如此的心胸狭隘？这不是心胸狭隘，而是人之常情。我相信除了圣人，每一个人处在你的位置，都会感到难过，感到悲伤。我也一样。谢谢公子理解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其实，我爹爹是一代名医，他有个秘方，能配出冰肌血肤膏，治好我脸上的疤痕。只可惜，那些药材太过于珍贵难得，
哦，所以才一直没有配出来。都需要哪些药材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说不定我可以帮到你。公子能找到那些珍稀的药材？实不相瞒，我乃是平西王府的二公子。哎，我们平西王府的药库啊，比之皇宫里的药库也相差无几。原来公子是平西王府的小王爷啊！公子身份显贵，我只是跟着兄长浪迹江湖的贱民，和公子地位悬殊，还妄想和您做朋友，实在是高攀了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难道忘了，我们昨日在雨中一起营救产妇，而今晚又一起抵御劫匪，共历生死，这是何等的情谊啊！你如果再提什么身份贵贱，那岂不是俗气了吗？想不到小王爷也是性情中人。倩影姑娘，你如果真的拿我当朋友啊，就不要再叫我什么小王爷了。何况我也是庶出，也没有资格继承我父王的爵位。我看干脆啊，以后我们就直呼其名，好不好？那以后我就称你二公子。哎呀，快点！石镖头，二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刚才腿受伤了，根本就追不上你们。叶少侠也找你们去了。我没什么事，刚才不过是陪倩影姑娘在外面散了散心。啊，今天多亏倩影姑娘和叶少侠相助，不然我这一车货怕是保不住了。公子不必多礼，我们既然有缘同行，就是朋友，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。不知那车货装的是什么，竟然比那些财宝还珍贵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只是出于好奇，如果不方便回答，就当我没问。嗨，也没什么不能说的。这车货物啊，是我奉旨押送的前明永历帝遗物。二公子，石镖头，事到如今，如果再遮遮掩掩的话，那岂不是太不够朋友了吗？本来啊，我父王打算派200精兵护送我前往的，但是我嫌因此会惊扰沿途的百姓，所以便伪装成运镖的，低调行事。可是没想到，还是碰到了劫匪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敢再贸然前行了。就快进入山西境内了，我也只能派人通知山西总兵书记，让他派人护送我进京。公子体恤百姓，实在是令人感动。不过，就算是今晚出了意外，刚才那些劫匪也只是看中了财物，如今剩下这一车，在常人眼里看来，并不值钱的东西反而安全了，又何必再惊动当地的官府呢？倩影姑娘说的也有道理。公子，万万不可呀！这车货虽然不值钱，但毕竟是朝廷下的明旨所要，就一定有它特殊的用意。万一再出了意外，不仅卑职性命难保，只怕还会连累到公子，甚至王爷。所以，万万不可再大意，还是尽快通知舒总兵前来护送的好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这帮劫匪个个武功高强，不像是乌合之众，倒和我们一样，像是经过特殊训练的。我虽然之前练功走火入魔受了内伤，但对付几个劫匪不应该如此吃力，而且他们的身份很是蹊跷。但他们却只是劫财，对吴应奇押送的永历帝遗物却一无所知。石青红已经连夜派人去通知山西总兵书记，恐怕过不了几日，就会有大批的人马前来护送。到时候，你我再想下手，恐怕就难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先下手为强，趁着天色还没亮，石青红又受了伤，杀了吴应奇，拿到金钥匙，这样就可以挑起朝廷，
和吴三桂的内斗。这，叶师弟，你这内伤还没好，而我也不想滥杀无辜。哎，不如我们换一个办法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这吴应奇是个文弱书生，毫无江湖经验。今夜我们帮他击退劫匪，他已把你我当成朋友。我想继续接近他，从他口中套出金钥匙的消息，悄无声息地把金钥匙拿走。这样也好。只要我们拿到了1号金钥匙，朝廷一定会以为吴三桂故意引你不交。如果朝廷能把吴应奇留在京城，甚至再杀了他，那比我们暗杀他的效果要好上很多。不过，吴应奇虽然看起来是个文弱书生，恐怕很难对付。你有把握套出他的话吗？我试试。刚才我看你逃走，吴应奇居然不顾一切、奋不顾身地追了出去。看来他很在意你啊。哎呀，叶师弟，你别乱猜。以他的身份，怎么会在意像我这样的女子啊？师姐，我知道你平时有些自卑，所以沉默寡言，也不愿意跟我们这些师兄弟亲近。其实你脸上只是有一点小伤，其他都无可挑剔。在我们大家心中，你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姑娘。我看得出来，吴应奇对你很有好感。你何不就此机会，兵不血刃地拿到金钥匙呢？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你干嘛不理我呀？为什么要理你啊？我们明明说好了，不许把我们之间的秘密告诉那个色狼小皇帝，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呀？老大，我冤枉啊！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以为你前天晚上用丝巾迷晕皇上，皇上他没有起疑心吗？你昨晚上要是故技重施的话，皇上发现了，你这小命就难保了。所以啊，我才去找李公公，让他把你的丝巾给收了去，还在皇上面前替你百般求情。没想到你反过来还怨我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说的真的假的呀？那当然是真的，我们俩是拜把子兄弟，我会骗你吗？昨晚又喝酒了？没有，嗨，我哪能天天不务正业的喝酒赌博呀？我是啊，昨天晚上一个人在房里边高兴，自己喝酒呢。呀，发生什么喜事了？说来听听。昨晚你回了储秀宫以后，皇上把我给召了过去，把你跟他说的话都跟我说了。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。皇上，如果您要硬抢的话，那我只好为了龙三守节一死了。所以，老大，你跟皇上说的都是真的，对吧？我是怕皇上假戏真做，所以我才骗了他。龙小弟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你只是骗皇上？是啊，你想，如果我不把你拿出来当挡箭牌，那皇上肯定会吃了我呀。那你对我？我对你，我们当然是好兄弟了。你是我小弟，我是你老大嘛。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不是生气，也许你就是情窦未开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在装傻，所以不论我怎么说，你都会装着不懂。我们两个不是一直挺好的吗？我们俩是兄弟，这样相处不是也一直挺好的吗？那是以前，那是我还以为你是个男人的时候。可你现在呢，就是一个明艳动人、活泼可爱的女子，我怎么把你当成同性兄弟看待啊？龙小弟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其实从小就许配给人家了。所以你很爱那个人是吗？
为了他，你连皇上的临幸也不要，对我更是不屑一顾。也不是啦，我们两个从小就定下来的亲事，我跟他从小青梅竹马，他呢对我特别好，我也挺喜欢他的。但是我不知道我对他的喜欢，是不是你们说的那种男女之情？我看得出来，你现在说的是真的。那是不是不论如何，不管你待他的情感怎么样，你最终都会嫁给他？我的未婚夫曾经很富有，很有权势，但是后来他们家衰落了，他一心想着要成家立业，先成家再成亲，所以我得一直等着他，我不能嫁给别人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但是皇上信以为真了，他跟我说了，为了照顾我的感受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不会再找你侍寝了。真的？哎呦，龙小弟太好了，多亏了有龙小弟，要不然都没有人在这宫里罩着我了。所以在你心里，对我这个龙小弟的印象，至少比皇上好了很多，是吗？那当然了，咱们两个属于一见如故。这要是皇上跟我拜把子呀，我才不跟他拜呢。皇上怎么可能跟你拜把子？皇上他是一国之君，不可能跟你拜把子的，更不会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也是，其实皇上挺可怜的。你说皇上可怜？对啊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。他是皇上，一国之君，可是呢，没有人会把他当成真心的朋友的，也没有一个女孩会真心的喜欢他。但是你不一样啊，你虽然不是皇上，可是你身边一定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，也会有很多女孩真心喜欢你的。也许是吧。倩姑娘，要不还是我和你哥哥骑马，你坐我的马车吧。哦，吴公子，还是我骑马，你坐车吧。这是什么话呀？哪有让女孩辛苦骑马，而我坐马车的道理呢？妹妹，吴公子的一番好意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请，来，我扶你。宣皇上口谕，封秀女易欢姑娘为答应，入住永和宫。谢皇上恩典。都起来吧。哟，易欢，你这一连侍寝3日，我们还以为皇上多宠爱你呢，没想到就封了个品阶最小的答应。答应就答应吧，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。易欢姑娘，您也不必失意。皇上自亲政以来，还从未一连3日召同一人侍寝，这足见皇上对易欢姑娘还是与众不同。虽然只是暂时封了个答应，想必是易欢姑娘有什么地方惹皇上不高兴了。皇上只是稍稍惩戒一下，只要易欢姑娘能够吸取教训，想必皇上还会有恩旨的。谁要讨好那个色狼皇帝了？我才不在乎什么品阶呢。永和宫是雪姐姐的住处，小皇帝阴差阳错的把我安排在了永和宫，比让我当皇后独居中宫都好。易欢姑娘，永和宫的住处已经收拾妥当了，随奴才前去吧。有劳李公公。真想不到，皇上正巧把你安排在永和宫，这下咱们姐妹俩可以日夜相伴，互相照应了。就是啊，我本来特别讨厌那个小皇帝，结果他这么安排吧，我现在都不讨厌他了。又开始任性了。六师傅，反正现在人都出去了，你赶紧做吧，哪有徒弟坐着，师傅站着的道理啊？欢儿，这是在紫禁城里，不是在咱们明珠谷。
这里可没有什么师傅徒儿，这里啊，只有这厉贵人、欢答应和雪嬷嬷。只要记着这一点，你的言行才不会露出破绽。记住，要尽快适应这宫中的生活，谨言慎行，一切以完成任务为重。徒儿记住了。看你还在自称是徒儿，这要是被宫外人看见，宫里人知道了，你会惹出大麻烦的。哎呀，嬷嬷放心，欢答应啊，只是还没有适应他的新身份，我会慢慢教导他的。谢谢厉贵人啦。哎，说真格的，这清宫规矩要正3品以上才有资格做1宫之主，入住正殿。眼下我还只是个正7品的贵人，所以只能住嫔殿。不过啊，好在这个永和宫就只有我一个小主，省去了和其他嫔妃混住的许多麻烦，这也算是皇上对你我的优待了。不过徐姐姐，都说伴君如伴虎，你在宫里陪着皇上，是不是特别辛苦啊？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再辛苦也不值一提。李公公，李公公安好。你是那个太医院新来的李太医吧？正是，卑职乃陕西榆林人士，刚入太医院不久，还望公公多多关照。好说好说好说。哎，你刚刚说你是陕西榆林人士？正是。听公公的口音，也是陕西人吧？哼，咱家也是陕西榆林人士啊，入宫几10年了，没想到在宫中还碰到了老乡。看来卑职跟公公还真是有缘，不仅是同姓，还是同乡呢。不知公公老家在榆林何处啊？咱家在榆林皂角村。那真是太巧了，卑职老家也在榆林皂角村。哦，公公家里都有何人呢？说不定我还认识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咱家进宫已经30多年了，那个时候家乡闹兵祸，我的家人都被张献忠的部下给杀死了。卑职不小心触及了公公的伤心事，实在是抱歉。无妨无妨。李太医，你是咱家在这宫中遇到的第一个同乡，又都姓李，这说起来，咱们500年前还是一家人呢。你放心吧，咱家日后一定会多多照应你的。多谢公公。一个人的容颜再美，也会逐渐老去。我们应求心之快慰，而不是因为皮相上的一点小瑕疵就郁郁寡欢。姑娘，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。谁？是我，吴应琪。倩影姑娘，这么晚了，没打扰你休息吧？哦，请进来坐。啊，我就不进去坐了，以免被好事之徒看到，有碍姑娘清誉。哎，对了，我看昨日你的行李被劫匪烧毁了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衣衫服饰，不知姑娘可否喜欢？多谢公子。那时候不早了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公子，你的腿怎么了？说来也惭愧，许久不骑马了，蹭破一点皮儿，不碍事的。啊，那明天你乘车，我骑马吧。那怎么行？姑娘的肌肤肯定比我的更娇嫩，哪有让姑娘骑马的道理啊？那明天我们一起乘车。
公子的腿伤，等好了之后再骑马也不迟啊。这恐怕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公子，你不是说过吗？你我是朋友，如果再在乎那些身份贵贱，就未免太俗气了。那同理，只要我们心无邪念，又何必在乎男女之别和他人的口舌呢？姑娘倒真是洒脱，倒是我太拘泥于礼法了。那就先这样，我告辞了。李太医，快拿上你的药箱，随我去永和宫。厉贵人刚刚在御花园遇刺了。什么？还好没有伤及要害，他的伤我已经处理过了，只是因为失血过多，暂时还昏迷不醒。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大胆，居然敢在御花园行刺后宫嫔妃？今夜，皇上召见厉，一时兴起就去了御花园赏月。不料，师父，我已经找机会把东西12宫都搜遍了，没有发现铜匣。这皇宫这么大，咱们这么找，等于是大海捞针。最好能够想办法弄到皇宫中宝库的储藏名册，查到铜匣放在什么地方，或者是赐给了什么人。我正想尽快结交大内总管李德福呢。等一下，好像有人在跟踪咱们。好像是2个男人，而且他们的呼吸很重，应该武功不高，但是他们的行踪诡异，只怕不怀好意。当时为了不暴露身份，我们既不能施展轻功，也不能反抗，而只能借着巧劲避开要害部位。但他们的目标似乎只针对厉贵人。武装队凑巧滑倒，把其中一个人推进了池塘，另一个人还想继续行凶。幸亏有巡夜的侍卫听到呼救声，赶了过来。这边！别跑！救命啊！刺客往那边跑了，往那边跑了！抓刺客！在那边！站住！别跑！究竟是什么人？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？没有，但是想要擒住这个人不难，可惜我们不可以暴露我们自己的武功啊。会不会有人识破了倾城的身份？不可能，如果识破了身份，他们不应该暗杀我们，他们直接揭发我们就好了。这2个蒙面人能够逃过宫里的搜索，应该就是这宫里的人，而且还一定有地位。今夜的行刺一定是受人指使，能在这宫里买凶杀人的人并不多。鳌拜，可是鳌拜有什么理由要对倾城下手？等等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觉得其中有一个蒙面人的身形和眼睛甚是熟悉，有点像李公公。李公公，这样就没错了。李公公就是鳌拜埋在康熙身边的奸细，多半是鳌拜觉得倾城挡了奕欢的道，所以才让李公公暗杀厉贵人。等我明天去见见鳌拜，探探情况。大师兄，倾城，你醒了。大师兄，估计还没有醒呢，他只是在说梦话。
六师傅，让倾城撤离紫禁城吧，我们换一种方式寻找童霞。不行，倾城入宫以来，他已经成功的得到皇上的宠爱，他现在又很用心的结交内奸，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拿到皇宫宝库的储物名册，查到童霞的下落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怎么可能功亏一篑？可是让他一个人留在紫禁城里，委身侍敌，实在太危险了，也太委屈他了。个人承受的委屈和痛苦，比起国破家亡来说，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太子，如果你执意优柔寡断、儿女情长，岂不是让整个联盟的数万义士寒心吗？厉贵人的伤势已经处理好了，李太医辛苦了。那微臣先告退了，回头微臣再煎一副治伤的药来。李太医慢走。李太医，欢大爷。李太医，我随你去太医院给厉贵人取药吧。有劳欢大爷。朱哥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听见雪姐姐在昏迷中喊了你的名字。这应该只是凑巧吧。人在虚弱的时候，总是很容易想起自己的亲人了。可他最亲的人是六师傅啊，但他喊的是你的名字。朱哥哥，你不会迟钝到连雪姐姐的心思都不知道吧？欢梅，别开玩笑了。我没有开玩笑。以前在明珠谷的时候，我跟雪姐姐也同枕共眠过。我不只听过她一次喊你的名字。你知道吗？雪姐姐喜欢你是悄悄的，不敢表露出来的。欢梅，有些事情，就算我们心里明白，也不要说破，因为除了带给大家尴尬，扰乱大家的心神，没有任何的作用。你只要明白，在我朱慈轩的心里，只有你李易欢一个人，其他人对我来说，都只是朋友，还有亲人。听你这样说，我更加为雪姐姐难过了。那种暗恋的绝望感，雪姐姐一定很痛苦。你不要再说了。咱们这群明珠谷长大的孩子，尤其是我，在没有完成明珠谷的大业之前，不要说是幸福，连痛苦的资格都没有。倩影姑娘，我送给你的衣服，可还合你心意？都很好，不仅质地好，做工也很精致，也很合身，有劳公子费心了。那你为何不穿呢？这旅途之中风尘仆仆的，我舍不得。倩影姑娘，擦擦汗吧。
停！二公子，什么吩咐？找一个幽静之地，让我们避避暑。等热浪过去之后，我们再走。卑职遵命。瞧，撤！我快输了。倩影姑娘不仅武艺高强，连棋也下得这么好。我虽出身寒门，可在香林里有很多隐居的奇人异士，他们都很热心，经常会教我们。所以，无论是琴棋书画，还是武功技艺，我们都略会一些。原来如此。在这改朝换代之际，总有一些不肯食星君俸禄的前朝高人，宁可隐居山林，传道授业。这样既可以独善其身，又兼济天下，真是令人佩服。吴三桂虽然现在权倾天下，但谁不在背后骂他是卖主求荣的大汉奸？可是从吴应奇的话里，似乎能听得出来，他对他父亲也有些不满啊。公子，你这话要是被令尊平西王听到了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的确，若是在我父王面前，我确实不敢如此放肆。可是，在姑娘面前，我却可以放下一切，畅所欲言。想不到姑娘也如此妙解音律。妾也是听到公子琴声优美，一时兴起，献丑了。这首《凤求凰》，我不知弹了多少遍，可从未有过今天这般尽兴。姑娘配合的箫声恰到好处，这首合奏真是痛快，痛快。石将军，想不到二公子的琴弹得这么好。我家公子琴棋书画无所不精，只可惜他不会武功。不过有石将军这样的高手坐镇，想必他也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家公子最喜欢弹的就是这首曲子。不过在下是个粗人，戎马一生，不懂音律。哎，叶少侠，你可知这个曲子是什么曲子？此曲名为《凤求凰》，乃司马相如所作。相传，他曾经以此曲得空向卓文君示爱，最终俘获了卓文君的芳心。是吗？没想到叶少侠自称猎户出身，竟然如此博学多闻。石将军说笑了，在下可算不上博学多闻，只不过临湘有一个私塾先生酷爱古琴，我有幸听他抚过此曲罢了。
你们兄妹二人表现不错，这是这个月的大补丸。请大人放心，卑职兄妹一定会竭尽全力报效中堂大人。这个厉贵人伤势如何？他受了重伤，经卑职用心医治，才算保住了性命。不过他失血过多，尚需调养。其实，你不必这么费心地医治这个厉贵人。卑职不太明白。皇上一连3日宣奕欢进殿侍寝，最终也只封了他一个品质极小的答应。随后，皇上一连几日宣厉贵人作陪，用不了多久，这个厉贵人便会再次升迁。像这样一块绊脚石，留着他有何用啊？大人的意思是，厉贵人舒婉心，是山西总兵舒建的独生女儿。这个舒建是索尼一手提拔的亲信，这个索尼素来和老夫不和。好在几年以后，索尼病老而死，但是他那一派的势力，仍是老夫在这宫中一大阻碍。所以老夫认为，说什么也不能让舒建的女儿受宠。那这次厉贵人遇刺，自然是老夫安排的。这2个宫中的内线，武功虽然不高，但是对付一个弱女子，应该是绰绰有余。结果还是失手了。听内下回报，说这个厉贵人表面上惊慌失措，其实却是成功的避开了要害，好像会武功。这个厉贵人出身于武将世家，会些简单的功夫，也未尝不可能。所以要找一个更好的办法，要不露痕迹的解决掉这块绊脚石。你是一个聪明人，用不着老夫再教你怎么做了吧？大人的意思是，要卑职借着治伤的时候下毒，万一被人发现了，卑职只怕性命不保啊！你尽管去做，有老夫在，自会保你周全的。卑职遵命。好多了。真是奇怪，厉贵人已经遇刺好几天了，可是这皇上只派人过来慰问过2次，自己却从来没有亲自过来看望他。这皇上不是很宠爱厉贵人的吗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宠又不是爱。皇上年少风流，后宫嫔妃众多，他不会把我真的放在心上的。就算康熙不是真的喜欢你，但鳌拜居然敢勾结内侍，行刺后宫的嫔妃，这对于他的君王权威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衅，所以康熙绝对不能容忍。他不来见你，一定还有别的原因。我虽然入宫不久，也没能见过康熙，但我能感觉到，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皇帝。大师兄，还是让小师妹尽快去找龙三吧，告诉龙三，鳌拜就是行刺我的幕后主使，试探一下康熙的反应。自从龙三知道欢妹之前对康熙说的都是些谎话之后，龙三似乎就生气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连欢妹给他发出的约会信号，他也都是置之不理。也许不是龙三置之不理，而是他正奉了康熙的命令，在忙着调查我遇刺一案。我看，还是让小师妹主动去联系他吧。这是挑起康熙和鳌拜争斗的绝好机会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好，我听龙三说过，他经常在御书房当差，我让欢妹去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。哎，站住！看你这身打扮，你应该是个答应啊？怎么这么不懂规矩，跑到这御书房来了？哎，你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啊，我想起你来了，
原来你也是侍卫，在御书房当差啊？龙三呢？我要见龙三。你是？你忘了我了？大概3个月前吧，当时刑部正押着一群要犯，去菜市口斩首，咱们碰到了。当时你跟龙三在一起，想起来了吗？哎，小孩儿，哎，干嘛呢你啊？是你？我呀？哎，你是个女的，还进宫当了个答应。哎，龙三呢？龙三？难道你不知道龙三他是？我知道啊，龙三他不是御前侍卫吗？在御书房当差。哦，他是这么跟你说的。我明白了。龙三他今天不在，你身为答应，也是后宫中的人，没有宣召呢，不得随便来到御书房，以免惊了圣驾。现在皇上啊，马上就要退朝来御书房了，啊，你赶快回去吧。哦，龙三也不在，走就走嘛，皇上哪那么容易就惊了圣驾呀？哎呦，皇上来了，快快快！你见了皇上，为什么不跪呀？你是皇上。哎，李公公，这个小答应他可是……嘘，这皇家的事啊，别问，也别管。你到底是谁啊？你是皇上还是龙三啊？嘘，我不是皇上，我是龙三。那外面的人为什么称呼你为皇上，还给你跪下了？我真的不是皇上，我只是长相和声音都酷似皇上，所以啊，被皇上选做替身了。你是皇上的替身？对呀，我只是皇上的替身。我们这大清啊，虽说入关数十余年，可是根基还未稳，这皇上又还年少，刚刚亲政不久。不管是那些签名余孽，还是那些妄想谋朝篡位的权臣，都有暗杀皇上的企图。就拿这个鳌拜来说，连顾命大臣苏克萨哈都敢杀，还勾结内侍给皇上下毒。所以啊，皇上时常让我扮成他的样子。我就说嘛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可能是皇上呢？你要是皇上的话，怎么可能半夜3更的去御膳房偷东西呢？还跟我结拜兄弟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所以皇上3日侍寝不肯让我看他的样子，一直戴着面具，就是怕我发现，是不是？对呀。所以你现在知道了，为什么你在宫里面打听不到侍卫龙三这个人？因为我不是普通的侍卫，我不站班啊，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出来替皇上一下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是皇上的替身，那也就得替皇上挨刀子了。我身为臣子，当然要效命于皇上了。再说，皇上待我不薄，我也是心甘情愿替他卖命。龙小弟，你太可怜了。你说你当皇上的替身，皇上对你好，说白了就是让你去给他卖命。哼，从古至今，所有的皇帝都一个样，自私自利，全都是冷血无耻之徒。老大，你就别当我的面说皇上的不好了，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？哎，你今儿怎么想起跑这御书房来找我了？还说呢，几天都不理我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重要的事情？这皇上一听说丽妃遇刺，就怀疑过鳌拜，没想到真的是他。可不是嘛，这个鳌拜勾结内侍，行刺嫔妃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，把皇上都不放在眼里。
老大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赵鳌拜把持朝政多年，这朝廷上下、宫中内外全都是他的势力。皇上暗中派人查探了几天，也没有抓住他半点把柄。那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眼下还不是跟鳌拜翻脸的时候，所以只能当作暂不知情了。这个鳌拜贼心不死，还逼着我哥哥要去刺杀厉贵人。你务必跟你哥哥说一下，千万不要听命于鳌拜。皇上已经在暗中想办法铲除鳌拜了，所以要拜托你哥哥多跟鳌拜周旋一段时间了。哎，放心吧，我哥哥啊肯定不会助纣为虐的。不过你说这个小皇帝他的计划可行吗？会不会很危险啊？老大，这皇上呀，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个风流好色之徒。他呀虽然年少，但是有勇有谋，也算是一代明君吧。龙小弟啊，你就是天生当奴才的命啊！我说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替你那个皇上主子说话呢，他能有什么很高明的策划呀？按照我的想法，他呀就是不把你的命当命，关键时刻让你去给他当替死鬼，知道吗？老大，你就别当着我的面说皇上的不好了，你这不是为难我了吗？行，我就是因为把你当兄弟，所以我跟你说话才不避讳。既然你不想让我这样说的话，那以后就捡好听的假的话跟你说呗。好了，我这气量没那么小，岂会连一个小姑娘的口无遮拦都容不下？我知道，你之所以骂皇上，是因为担心我的安危，对吧？当然了，龙小弟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的亲人，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。你听我的啊，你可千万别因为什么你的皇上、你的主子去卖命，关键时刻你得记得保护好你自己，千万别于衷，知道吗？好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可以悄悄地把皇上的计划告诉你。你把皇上的计划告诉我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不怕我卖了你啊？在这皇宫里边，除了皇上和太皇太后，你就是我最相信的人了。谁让你的心思最为单纯呢？李德福，送欢答应回永和宫。这。没想到，康熙如此谨慎，在宫里竟然备下了自己的替身。在我们入宫计划方案中，第一步是拿到铜匣，第二步就是刺杀康熙。我们一定要周密计划，务必要分清楚谁是替身，谁是真正的康熙，确保一击成功。这就需要小师妹多想想办法了，查清楚龙三的行踪，什么时候会去假扮康熙，又如何区分二人的差别？其实也没什么可难的，至少在临幸后宫嫔妃的康熙，不可能是替身。到时候拿到了铜匣，他再召你侍寝，我们就有机会了。六师傅，此计虽然可以暗杀成功，但忽略了倾城师妹的安危，恐非上策。有大师兄的担心，再危险也值得了。这行刺康熙的行动是下一步计划，还早着呢。我们还是现在想一想接下来的行动。康熙居然会派几个会摔跤的小子去擒拿鳌拜，这个计划比我们未来行刺的计划更加冒险。不如我把康熙擒拿鳌拜的计划告诉鳌拜，鳌拜岂会坐以待毙？到时候他们君臣内斗，无论谁赢谁输，我们都可以坐收渔利。什么？康熙在暗中训练几个小太监、小侍卫摔跤，想借着摔跤的游戏擒拿老夫。你这消息来源可靠吗？他已经开始怀疑行刺厉贵人的幕后主使就是中堂大人，所以加强了对厉贵人的保护，卑职想尽办法也无从下手。这康熙少年老成，若是他真的想拿下老夫，那他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半点风声。
更何况，老夫乃大清第一勇士，这康熙岂会指望几个只会摔跤的少年就能拿得下老夫呢？这种计划太过儿戏了。说不定他们是想钓鱼吧，想让老夫主动上钩。若是老夫先动手，那就中了他们的计了。那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下诏拿下老夫了。中堂大人思虑周密，卑职佩服。不过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若是皇上单独召见中堂大人，大人小心防备为好。老夫这大清第一勇士可不是浪得虚名，又怎会怕他那几个只会摔跤的少年呢？更何况老夫在宫中埋伏下了不少的心腹死士。若是康熙小儿真的敢冒险与老夫翻脸，那老夫定会让他后悔莫及。皇上，欢答应到了。奕欢，叩见皇上。凭什么？谢皇上。是你呀，龙小弟！哎呦，你一小气的，你给我装什么皇上啊？这皇上跟龙三竟然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怎么知道在你面前的是龙三，不是皇上呀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啊？哎，皇上啊，那3日侍寝，虽然把灯光调得很暗，而且还戴了个面具，但是我可以看他的眼睛啊，他的眼神跟你完全不一样。你的眼神呢，温柔体贴，他不是。皇上看你的眼神很冷漠疏远吗？也不是。他看我的眼神有一种猎人看猎物的感觉。哎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那种感觉就很奇怪，就是觉得他不是什么正经皇帝。要不是你们俩眼神不一样啊，我还真认不出来。哎，对了，你叫我来干嘛？我这次叫你过来呢，是想跟你道个别。道别？你要去哪儿啊？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要擒拿鳌拜的计划吗？今天就是计划展开的日子。皇上已经宣召鳌拜单独来御书房觐见，所以我要亲自动手，和那些训练已久的侍卫和太监们一起擒拿鳌拜。什么？你要亲自跟鳌拜动手？鳌拜可是大清第一勇士，你亲自动手你就死定了。鳌拜一日不出，皇上就无法真正亲政。而且，鳌拜手握军权，皇上也不敢下旨捉拿鳌拜。但是鳌拜此人呢，自恃武功甚高，性格极为孤傲，他绝对想不到皇上会找几个摔跤手在宫里边要擒拿他，这样出其不意，反倒有可能成功。而且皇上还安排了李公公在茶里边下了一些药，鳌拜喝了以后就会内力尽失。李公公，皇上让李公公来协助你？对啊，李公公从小就进宫了，侍奉过太祖皇帝和先皇，深得太皇太后的宠幸。可是那个李公公，怎么了？算了，没事了。龙小弟，你别那么傻，你别替皇上去卖命，你肯定会死的，你别去了，行不行？所以啊，特意让你过来，跟你道个别。毕竟我活到这么大，你是跟我关系最特殊的人。这一世，我可能只能做你的龙小弟，是你的结拜兄弟。可是来世，我希望做你的青梅竹马。老大，你怎么哭了？我们两个是结拜兄弟，说好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。
你要是去送死了，就凭我这三脚猫的功夫，根本救不了你。那如果你死了，那我也得去死啊！我还不想死呢，我还有很多美食没有吃呢，我还有很多心愿没有完成呢。那你就别陪我去死了，让我自己一个人死就好了。反正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怪你，顶多变成厉鬼来缠着你。呸！你明知道人家心里特别着急，你还说这样的话。老大，好了，别哭了，啊！这个计划，它又不一定会失败，也许就成功了呢。道完别了，你先回永和宫等消息吧。龙小弟，只能这样了吗？没有什么更改的可能了吗？只有过了这一关，皇上才是一条龙，要不然的话，他只是一条虫。那你等我一下。你要干嘛？哎，不许进来啊！我没让你进来，你不许进来。哎，不许进来。老大，你好了没有啊？你再不出来，鳌拜可就来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马上。老大，我进去了啊。老大，你好了没有？老大，你不会真是以为我要赴死了就要以身相许了吧？呸！你怎么变得跟那个小色皇帝一样了？真是近墨者黑。喏，给你的。这个是金蚕背心，鳌拜给我的，据说可以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。反正我留着也没用，给你穿吧，你还能保护着你自己。好香啊，老大，这上面还有你的体香和体温呢。你干嘛用那种色眯眯的眼神看着我呀？你这样很猥琐，知道吗？你赶紧穿上吧，这之前我贴身穿的，反正我用不上，你穿上以后还可以护住你的要害呢。既然是你穿过的衣服，那我当然要穿了，要不然你替我穿。你这说的什么鬼话呀？我不想理你了。哎，老大，哎，老大，我是你老大，你是我小弟，所以你得听我的，知道吗？不能死。是，遵命。六师傅，康熙擒拿鳌拜的计划如箭在弦，一触即发。依您看，结果会如何？这很难说呀。康熙少年老成，而且又有太皇太后和一帮效忠爱新觉罗的老臣撑腰，而鳌拜又老谋深算，在朝廷中也树大根深，这两虎相争，谁赢谁输，还真的挺难预料的。不管是谁赢谁输，对于咱们整个联盟来说，都是有利无弊。咱们不妨坐山观虎斗。薛姐姐，一欢，怎么了？薛姐姐，六师傅，快点去救人！出什么事了？你要救谁啊？救龙三。龙三怎么了？今天康熙要在御书房擒拿鳌拜，但他自己不敢去，却让龙三扮成他的样子，带那些小侍卫、小太监去抓鳌拜。而且他还让李公公在鳌拜喝茶的水里放药。可是李公公是鳌拜的人啊，他肯定把这些计划都告诉鳌拜了。环妹，你犯糊涂了吧？就让康熙跟鳌拜去内斗好了，你急什么？如果真的是康熙的话，我不可能着急。可是去的是我的兄弟龙三啊，我们是拜过把子的兄弟，如果他死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我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。你和那龙三结拜，本来就是闹着玩的，你还当真了？朱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是认认真真的结拜，怎么是闹着玩？这龙三平时对我这么好，
如果我见死不救的话，那太不像话了。可如果为了救一个龙三，我们几个都出手的话，这样太危险了，我们很容易暴露自己。欢妹，你对龙三真的只是结拜之情吗？朱哥哥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胡思乱想？大师兄，小师妹虽然任性顽皮，但是她还是很有是非原则的。她对那个龙三一定只是结拜之情。还是学姐姐了解我，没错，我不想欠人情，我更不想欠人一条命。易欢，你可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，你是大明郡主，是未来大明太子妃。那你现在的什么龙三结拜大哥的身份，跟这个身份比起来，根本就是不值一提。更何况龙三又不是为了你去死，他为的是他的皇帝主子。可是，好，那我们就不去帮助龙三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龙三败了，康熙也就败了。康熙一旦败了，这个鳌拜就会发动政变，让他自己当皇上。鳌拜这个人生性残暴，如果他当了皇上了，比康熙更难对付。而且那个时候，雪姐姐你怎么办啊？可是我们换个法子，我们协助龙三，帮助了康熙，打败了鳌拜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得到了康熙的绝对信任。到时候你们就有机会进宝库去找铜匣了。奴才参见皇上。免礼，赐座。谢皇上。此茶。这。